妙的奇幻漂流打敗腦筋急轉彎2，拉脫維亞手奪小金人。描述動物於災難中求生存的無對話動畫電影《妙的奇幻漂流》Close 是一部小成本的拉脫維亞電影，獲頒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，而且是拉脫維亞史上首次獲頒小金人獎座。中央社引述法新社報導，這部感人至深的電影講述一隻孤獨的黑貓遭遇突如其來的凶患，無奈只好跟一群很特別的動物夥伴同行，包括一隻活力十足的黃金獵犬和超淡定的水豚。入圍本屆奧斯卡動畫長片獎的作品包括皮克斯出品的《腦筋急轉彎2》Inside Out 2、蝸牛少女回憶錄 Memoir of a Snail 酷狗寶貝之復仇企鵝 Wallace Gromit、Vengeance Most Foul 和荒野機器人 The Wild Robot。最後是由拉脫維亞導演金茲齊巴洛迪斯 Jean Stavridis 的作品脫穎而出，並且為拉脫維亞贏得史上首座奧斯卡獎。金茲齊巴洛迪斯領獎致辭時除了感謝，也提到電影的重要理念，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，必須克服差異，找到合作的途徑，謝謝大家。另據美聯社報道，妙的奇幻漂流是金茲齊巴洛迪斯第二部執導的動畫長片。他說，這是拉脫維亞首次獲得奧斯卡提名的電影，因此對我們而言意義非凡。我們備受鼓舞並期盼很快回到這裡。金茲齊巴洛迪斯先前入圍已跌破眾人眼鏡，如今更是打敗諸多競爭對手脫穎而出，在本屆頒獎季中備受讚譽。這位拉脫維亞籍的新銳導演先前已獲頒金球獎 Golden Globe Awards， 以及獲影評人大獎 Critics' Choice Awards 安妮獎 Annie Award 和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 BAFTA 提名，又因今晚奪下奧斯卡獎，使得他原本已出色的成就再添光彩。